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30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国民党甲民众党今仔举行头一代的政党协商，两党的主席朱立伦甲郭文德亲身出席，嘛共同发表4大声明。有驾驶方掠到啉酒赛车，也毋过驾驶讲伊无啉酒，是用产品落嘴尔尔，怀疑现场测试，后来是判这驾驶无罪。世新大海中文系传出114项年度要停职，学校表示其他系数卖调整，嘛强调会保证师生的工作权甲受教权。新闻台先来看，国民党甲民众党今仔早起进行头一届的政党协商。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甲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德面对面沟通，嘛发表4大声明，望讲摕到上济立委席次，国会过半，重心执政了后做伙拍拼。因为今仔时间有限，针对总统的遴选，两个人是强调讲会赶紧去找好友谊来做伙讨论。同款像白色写字甲蓝色领大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甲民众党主席郭文德爱手第一，3十南北展开头一摆政党协商，强调政党合作是正行台湾民主第3波改革。朱立伦话出，就算拿牙国会过半，也袂一党独大。郭文德表示，行出两极对抗、利空利数都是客气。即便我们过半，我们也不会是一党独大。我们必须结合所有可以结合的朋友，我们都会希望努力达到国会的席次极大化。这是为了台湾民主的第3波改革。目前这种赢者全拿毫无制衡有权无责的政治体制的确是需要修改。那么台湾如何走出过去那种两极对抗的社会氛围我想在2024是一个契机了。那边合作共同声明公告4个重点，共同进行台湾第3波民主改革，避免一党独大，赢者全体。两化能源财政等未来发展共识，强化国会功能。总统应该去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行政院长应该得到立法院多数支持，国会小处上大化，两党互相支援。不过外界上关心的就是在野上强总统候选人安怎产生。朱立伦直接讲一定会有好友谊，郭文德也讲尊重，那是公平方式拢接受。我们必须要由包括朱立伦、包括柯主席、包括侯友宜，我们在内，我们尽快的坐下来就这个总统大选的第一个从组合到共同的目标，我们尽快的来定案。我们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所以刚才朱立伦主席也讲嘛，尽快3个人坐下来谈只要是一个公平的、公开就是然后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比赛方式。那当然，我们就既然要合作，我们还是尊重对方的意见。那边合作有进展，共识立委席次互相支援。国民党什么时阵开放郭文德替南亚立委参选人来徛台？朱立伦表示，等总统部分协商完成了后，再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民众党传出要提名中国配偶徐春英，正做无分区的立委，因为伊的中国背景嘛引起未少争议。早起行政院长陈建仁就呼吁讲，立委的提名应该有国家安全的考量。台湾民众党传出不分区立委提名名单当中有中国籍配偶徐春英，伊的中国背景引起争议。行政院长陈建仁30早起也表示，各党派也不分区立委提名应该爱甲国家安全考虑入去。每一个政党呢，在推荐不分区立委的过程当中，是希望能够考量到国家安全的维护。我在这里也呼吁大家一定要以国安的考量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考虑的因素。台湾基进党也召开记者会，批评郭文德以多元包装统战，嘛公布徐春英过去和中国统战部单位交流的状况。徐春英他个人以及他在台组织的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过去就跟中国统战的单位交流非常非常的密切，所以他哪里不涉及政治，这里哪里跟政治没关系，而且他确实也都跟共产党的党员交流密切徐春英也搁发声明表示，家己将来都唔捌加入共产党，也无讲过家己是中国国家干部，强调讲已经放弃中国的户籍护照，出入中国用的嘛拢是台胞证。另外，面对外界的质疑，民众党发言人嘛强调，党内不分区立委提名的定数也未完成，徐春英未来敢要会伫咧名单内也搁真歹讲。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
再来看美国未来的国军108台的战车，明年头一批会先送来38台。国军嘛编9亿的经费，要来起45座战车的停车场哦。伊也毋过传出讲，包商说要求讲爱17亿的预算。国防部长邱国正早起嘛表示讲，会去想办法来解决。国军强化地面作战能力，甲美国买108台 M1A2 的战车，头一批38台，按算明年就会送来台湾。不过，恐惊面临插战车所在无够，出现战力保存的问题。因为国军战甲车大部分是直接放伫埕的，无防止轰炸设施，真好抵抗解放军的攻击。针对这点，国军规划起45个战甲车的车次，原底预算是9亿，不过设计承包商煞要求爱提供到17亿，若无敢会当完成20个。专案目前也无法度招标。推动是有困难嘛，有很多实际的问题，缺工缺料，还有其他很多因素。那国防部也关克服，不能讲说完全这个就停顿了。但是要推动工作的话，总有方法，分批的、分年的。还好，就像我们平常有掩体也是可以用的。为了因应中国无人机扰乱外岛甲离岛，国军采购无人机，也有研发反制系统。陆军拟定3大原则，部队会当优先用枪，不过爱评估射击范围敢受飞行器，甲无人机拍落来所在敢是伫海顶，3公里内敢有船啊等等。若有安全的顾虑，敢会当用干扰枪来反制。副国正反驳讲，那安尼会白卡白手。那既然来犯，就代表没有好意嘛。没有我还在考虑什么会打到海里面去，这个，哎呀，这样的话绑手绑脚工作做不下去。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发出义务役免上战场，副国正回回讲，台湾防卫作战无分前后，处处拢是战场。义务役毋是袂当上战场，若有意愿会看阿兵哥的意愿甲专长，透过监测分配去战斗部队。若外岛欠兵员，都爱抽口啊，义务役嘛有可能会去外岛做兵。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传出台中的逢甲东海顶11间大学有95个大学生办毋免信用卡分期贷款哦，一个人说拢互诈骗5万到10万块。今仔有立委佮学生会做伙来开记者会，因呼吁政府应该针对这款的贷款哦，定出相关的规范。为了阻挡免卡分期共骗钱，互学生变作是诈骗受害对象，有立委甲台湾学生联合会等等的团体，今仔日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应该建立消费者保护机制。分期付款后，商品的这个金额加计利息后，那总价会高于产品原价的1至2万不等。前几期付款的时候，可能就是零利率，那后期的这个利率是超高。今天这个案子是透过系学会，那台学联碰过的是透过他们假冒学生会来办理一些派对活动。立委指出，最近常接出现的5大免卡分期的陷阱，包括骗学生签本票，或者是到尾利率愈来愈悬等等诈骗的手段。未少签免卡分期契约的学生，对后来爱面临利息的金额拢无了解，或者是有同学斗相报，嘛伫咧使用免卡分期。呼吁教育部应该赶紧落实宣导学生反诈骗，行政院嘛应该针对免卡分期建立相关的规范。针对诈欺犯罪的，他要做滚动式修正的侦防策略，并透过跨部会的合作跟公司力的共同协力，达到减少接触、减少误信。另外，台中检警讲，去互区提3个嫌犯，经过检方复审了后，2个涉任的嫌犯以加重诈欺罪罪嫌成押禁见。另外一个姓纪的员工限制自己，检方强调讲无排除会控告，因为其中一个姓林的业务啊，英国就捌因为伪造文书甲诈欺互判刑，并不是头一届犯罪啊，会继续追查诈骗集团带头的人。另外，根据教育部上新的统计，目前国内已经有11间大学拢总95个学生报案去互诈骗。希望社会会当减少作弊的声音，互去互性大型学生会当勇敢报案。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刑事局去年锁定一个诈骗集团，因为诈骗的金额真悬，无法度伫超商的 ATM 领钱，所以就找人头设一间假的公司哦，要求车手假做是公司的柜价，直接去银行提钱，计共是有28人受害，轰诈去的金额有1亿2千万。穿规束的套装打关打，这个细单的车手才对银行出来要就车，警方就随冲去甲逮捕。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检查不要动！
刑事局去年6月接到报案，讲有诈骗集团用假投资高利润的名义，鼓吹家己投资群组，咧讲骗拢是千万起跳。警方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才骗来钱，拢毋是叫人去超商的 ATM 来领，是先找人头开假公司，才叫受害者用汇款的名义把钱回来，最后才叫车手假做是过价，去银行直接领出来。警方陆续伫北中南抓到收钱、洗钱、洗机的嫌犯等17人到案，受害者有28人，拢总共骗走1亿2000万。目前本案受害者初步统计有28个，那受害金额统计下来有1亿2000万，总共契获17个人到案。全案依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案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方表示，这40岁左右细单的车手真用心的打扮，做假过价领钱，还有咧接其他诈骗集团的案。刚才伊所过手领到钱款，就超过2.5亿。专依照刑法诈欺罪、洗钱防治法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有一个20岁少年人，顶礼拜暗时骑倒摆经过林武区的中正路甲安乐一街口，互一台轿车弄到，车顶来的人弄到人就逃走，受害者受伤真严重，人搁伫家护病房。这弄到人的驾驶昨暗已经主动去警察局自首哦，嘛发现讲，互落跑的内底有2个是失联的移工。礼拜暗时6点外，深色轿车驶真紧，伫路口弄到一台乌托摆，另外一个角度监视器翕到这台车弄到边的人家厝才停落来，车顶的人是开始落车。这旅客加上司机有6个人，却拢无人报警察，一群人就安尼醒着来离开，互家属真不满。因为弄一个真大力，这20岁骑乌托摆民众是重伤，人还佫伫咧家护病房，鼻啊因为受伤严重，已经挂掉了。至少就把他挡住嘛，围住嘛，不要再让他可能有2次伤害或什么。那今天是那条路真的车子比较少，那如果车子多嘞？家属透过在地面车社团讨救兵，警方调查了后，发现车顶有几多名移工，除了赛车失败查甫人有合法居留权以外，尚无有2名是逃走的移工，其他人的身份还要调查。也那这位司机第29暗时已经自首了。裴南健南逃法网，遂于昨日18时许前往嘉义专勤队投案。你一个外籍移工来，伊发生代志，爱做伊走，啊政府抓到，你上计判刑甲关，还是讲甲遣送回国，啊家属求偿无门。家属透过警方和网友的协助，找到这位弄到人的嫌犯。不过，民意代表也讲，这逃走移工若准发生类似的案件，可能会害受害者讨无赔偿，政府应该重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园有一个查甫人，去年底哦，互警方抓到啉酒赛车，嘛互以违反公共危险罪起诉。也毋过，这查甫人是强调讲，伊无啉酒，是使用一款落喙的产品。桃园地方法院伫个审理的时，嘛现场要求讲伊搁试一届，结果落喙后3分钟酒测同款超标，所以最后法院是判伊无罪。车祸事故检方接到报案到场，先进行酒测。桃园一名细过查甫人，去年12月暗时刷车弄到抽水莫达，酒测达到0.58毫克。细过查甫人讲无啉酒，是使用有酒精的氯水水。听到会不会觉得还蛮讶异的？对，真的。哦。警方认定涉及酒驾，移送地检署侦办。细过查甫人妨以公共危险罪嫌起诉。不过桃园地院审理了后，针对细过查甫人主张，依照相关证据调查的结果，未当排除被告伫酒测进前有使用含有酒精成分的氯水水落喙的可能性，所以法官要求同款的氯水水、同款的酒精测试器当场勘验。细过查甫人酒测代是0，使用氯水水了3分钟，佮使用矿泉水落喙，酒测代是2.12毫克。被告在接受酒测的时候，有可能因为使用含酒精成分漱口水，漱口的结束时间还没有达到15分钟，导致检测所得数值超标。但伊表示，以检察官所提出的各项证据，形成有罪明确性不足，应该提出实质举证，所以判被告无罪，专案由原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
蔡英文政府有承诺讲要推动转型正义，也毋过民间团体是批评讲，针对追究加害者、甲轻度不义为止的部分做了无够。今仔早起，民间团体佮有政治受难者佮有家属是到中正纪念堂去游行，伊嘛希望蔡政府伫任期结束进前，会当来落实转型正义的承诺。台湾无需要。这次关注转型正义的民间团体和支持白色恐怖受难者甲家属，身躯顶派受难者的相片来到中正纪念堂花口河游行，要求蔡政府伫卸任进前赶紧轻度不义为止，尤其是中正纪念堂爱量早转型。加害者伫遮高高在上，受人崇拜、瞻仰，这是一件非常矛盾的代志。所以过去威权统治的政体改体了后，就是完全转型正义落实。为到目前为止，台湾也未完全落实。立法院这会期已经是本届立法委员最后一个会期。民团指出，高达立法院简单进行国家机密保护法和政治档案条例修法，也搁欠缺加害者救济专法、不义为止保存专法和中正纪念堂管理处组织法修法。因要求立法院赶紧把转型正义法这块内容做好交。我们最后要郑重的呼吁，好好的面对你自己承诺过的转型正义工作。希望我们可以在明年选举之前，看见民进党政府具有执行政策的能力。蔡政府自上任以后，成立东山会促转会，希望透过公布真相、轻度不义为止来推动转型正义。但是民团指出，政府伫咧追究加害者和轻度维权上等的部分，要搁做甲无够。因呼吁蔡政府和朝野各党派，爱透过转型正义法制化来深化人权和民主的意义。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物件拢会起价，行政院是表示讲，明年军公教会加薪4%。财政部长曾翠云伫立法院嘛表示，除了台银、土银这两间关股银行，其他亲像是华南、一银、合库等公股银行，卖来调薪4%到5%。另外，主计长朱德明嘛指出讲，目前已经变44亿的预算，准备要提供退休军公教委退金的调整。进前行政决定，年前298亿预算替军公教加薪4%，好真侪上班族是真心酸。即马财政部长曾翠云也伫立法院表示，八大公股民营行库每年拢会加薪水。公股行库要加薪，依据加薪的幅度，你认为要落在多少？目前就我们所知哈，公股民营的银行目前来说，他们的加薪的幅度大概在4%，所以有一些必须要经过他们的董事会通过。国营的部分当然因为他们也在计算相关的数据当中。曾翠云表示，每年除了台银、土银两间100%关股银行，亲像华南一银、合库等公股银行会调薪4%到5%。调黄金已经宣布通过加薪4.5%，加薪的幅度超过公务人员。那加上考绩甲升迁晋升，每年整体加薪幅度有希望超过8%。只是每年军公教调薪4%了后，退休的军公教月退金是不是对咧调悬，也引起大家关心。退休的军公教人员也会有适当幅度的调整，是不是？宽列金额是44亿元，将来如果委员会做了决定，我们就会按照那个支付。台铁做的是国内贫富差距已经创10年来新高，虽然薪水调整也是足袂着物价起价。主计长朱德明认为，若要改善贫富差距，都要透过社会福利支出，所以社会福利支出预算为4600多亿增加到7130亿，成长17.5%。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华人县政府今年3月追加3000多万老人礼金的预算，65岁到84岁的时代，一个人会当领600块。这案也未通过议会审议，也毋过有部分的公所已经先发钱了。有议员就质疑讲，安尼做是违反预算法。为着让老大人更较有福利，花莲县府3月份征收中央敬老礼金发放要点，甲原底85岁以上才会当领的资格，调整做65岁至84岁，一个人会当领600块，差不多有6万的集会人受惠。不过预算并无通过议会审议，引起争议。甩锅给议会，说我们预算卡在我们议会啊，我们议员没有审议啊，追加这一笔的预算，
在我看来就是临时起意嘛。明年又是选举年，用意何在？这个案在今年3月修正，9月送审的时阵，因为112年度，县府总追加的预算将规个退倒转去。县府社会处煞袂记哩，甲乡镇公所通知暂停执行，为公所先贴钱已经先分出去，随乡公所甚至已经拢发放完成。你都已经知道议会还没有审议，你可以跟公所说，你们可以垫付啊，先行垫付没有问题，先行垫付没有问题吗？因为也有袂少侪伙人要咧等发礼金，县府社会处对行政疏失，甲大家回失咧。不过希望议会会当互这个案在20届第2届大会通过。那我们再找其他的财要规定这些乡公所嘛，哈。那其他的部分那就没有得发，这是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呢，如果承蒙大会体谅我们社会处的行政疏失以后呢，愿意来审议通过，那我们就是一样把这个钱呢拖下去。不过，县府的行为已经违反预算法25条的规定，追加预算无通过审议的时阵，政府袂当伫预算以外动用公款。针对这点，县府已经紧急请各乡公所更正公告，经过议会审议通过了后，才会办理拨款的程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印度顶礼拜是真无平静，南部的克拉拉邦一个基督教团体的布道中心发生连环爆炸，造成1个人死亡，30外个人受伤。另外，伫安德拉邦礼拜暗时2台火车烧落，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27个人受伤。一片乌麻麻当中，大家用手机电火勉强照明，救出更较侪受困在车厢受伤的人。印度安德拉邦拜日暗时，一个客运火车因为电车线断去，暂时停在铁轨路等待救援。是未到后这快车对撞，至少30车厢败毁。印度铁路今年6月才多发生10多年来上惨重的列车烧亡事故，原因疑似是后期故障，造成超过280人死亡。拜日的事故发生了后，当地政府除了加派人力紧急救援，也初步研判的烧亡原因是人为疏失，可能伤亡人数会增加。在印度南部克拉拉邦拜日发生连环爆炸案，基督教团体耶和华见证人在举行3天的开学报道大会。凶险的爆炸第一时间至少造成1人死亡，30多人受烫伤送医。My sister is in ICU. My aunt is in casualty. My sister has got legs. 在超过2000人参加的集会顶悬，有人引爆简单的炸弹，场内3个地点连续爆炸，警方高度戒备。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shows it is a IED device, and we are examining it. At this stage, I cannot tell anything. Only after investigation, I can confirm you the details. 耶和华见证人在印度差不多6万个信徒，用每一户传福音出名，是内部纷争或就是恐怖主义引起爆炸。当局目前在深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以色列继续对加沙地区轰炸，当地一间病院嘛受到破坏。巴勒斯坦安心委会是表示讲，虽然以色列是要求讲因撤离病院，也毋过有一寡病人是无法度刷叮当。加沙的卫生部是表示，当地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8000人，大部分拢是查某人甲未成年的囡仔。这份救援物资的卡车慢慢开入加沙南部一间病院的停车场。为顶礼拜5接受10台卡车援助物资，而到继续卡车再运物资到位。美联社报道指出，这批33台卡车是到即马为止上大批的物资进入加沙。只是联合国表示，在加沙真一间仓库，互人创制夺取物资，反倒当地公共秩序开始崩盘。This is an indication that people in Gaza have reached a breaking point. The levels of desperation, their frustration, their fear, their concern. They have been living under tight siege for more than 3 weeks. Bombardments continue. They have lost so much. 加沙民众无奈表示，人是欠食欠水，也未去抢物资。加沙卫生部表示，战争到即马已经造成超过80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妇女甲未成年的囡仔。以色列对加沙一间主要病院周边展开猛烈轰炸，造成病院建筑物损坏。以色列阁要求病院进行撤离。
We don't have the means to evacuate Al-Quds Hospital. We have over 400 patients who are inside the hospital. Many of them are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Evacuating them means killing them. That's why we refuse the evacuation order. 一个医师指出，正早病院的医护全工拢在工作，医疗特别帮忙，而且同时也登记。若免马上提供援助，死亡人数会增悬。工作时间，以色列做着绑票的紧急加上，关乎亲人的安危，要求政府在采取任何行动进前，拢应该优先考虑人质的安全。We are just hoping that Netanyahu and all the other politicians and the people that get this decision won't forget the hostages and will think about them before any decision that they are making. 哈马斯在攻击期间劫持200多名人质，包含囡仔，目前只释放4个人，而且在顶礼拜时表示，以色列空袭造成50个人质死亡。不过这讲法无法度得到证实，外界相信人质可能藏在哈马斯起的防空内底。公视新闻陈慧仁报道。再来看，今年美国的万圣节咯，嘛是真无平静。伫缅因州发生枪杀案，有18人死亡，13人受伤。另外，伫乔治亚州州立大学亚特兰大的校区附近哦，阁有美国南部的佛罗里达州嘛，拢传出枪案。伫佛罗里达州的枪案嘛，造成2个人死亡，18人受伤。美国缅因州路尔斯顿市枪击事件发生2天了后，几名为大规模的受害者收眉。这件枪击案造成18人死亡，13人受伤。美国缅因州州长米尔斯证实，40岁嫌疑人卡德伫枪篮内底，互发现的时阵已经身亡。警方伫附近地区发现伊弹掉的车辆，不过记者透露，伫车内发现有偌济枪支甲刑符，也当咧调查杀人的动机。It just seems crazy that he's not here today. What a life we have to go through. It's terrible. 嫌疑人卡德伫25暗犯下美国今年以来上大规模的枪击事件。27美国当局确认受害者的身份是位70多岁的一对翁仔某，甲一名甲父亲同齐互杀害14岁查甫囡仔。根据调查，卡德是一名陆军后备役士官，伫今年的热天，捌因为幻听，第暂进入一间卫生机构接受精神疾病治疗。另外，29有4个人伫乔治亚州立大学亚特兰大校区附近遭到枪击，其中2个人是学生。警方表示，3名受害者情况稳定，1个人情况危急，当咧抢救。有看到人表示，迄当时2方面的人讲话袂合，就去冤家所传出枪声。警方记者透露，暂时逮捕任何嫌疑人。美国南部的佛罗里达州也伫当地时间29暗发生大规模的枪击事件。迄当时有超过100人伫街路为万圣节狂欢，却也因为冤家演变做枪击案件。这场事件拢总造成1名14岁的少年，甲1名22岁查甫人死亡，18人受伤，紧急送医。警方已经逮捕1名22岁嫌犯菲利普，搁伫现场找到2支枪，目前当咧调查，敢是抑个其他枪手涉案。公视新闻新罗报编译。但是当朋友。过来消息来看，国民党的议员沈宗良牵涉到立定业者的乌西案，10月13已经辞掉婚姻关议长的职务。议会今仔早起来进行补选哦，无党籍议员黄凯当选。工作人员一张一张开票，婚姻关议会30透早咧举行议长的补选，落尾是由无党籍的民意联名政团的总调黄凯以32票争做新的议长。也是会严厉的来监督我们的县政府，不分党派、不分蓝绿，共创云林、团结云林的大进步。婚姻关的前议长是国民党籍的沈宗良，不过进前牵涉到受历练业者乌西，这个月13辞职。因那婚姻关议会拢总43席当中，无党籍的22席，民进党10席，国民党9席，台联1席，阁有民众党1席。落尾干那无党籍的黄凯参加补选。议会的调哈是一个关键的少数，所以说我们选择共同的决议就是投票圈选自己。新任议长也可以担当起这个重任，毕竟议会的和谐为首要。当然也希望黄凯议员秉持着以往一个非常理性，而且非常支持县政府所有各方面的预算跟建设。
婚姻馆长张立生表示，新的议长黄凯受到真侪议员支持，以32票高票当选，希望上任了后会当甲各党团好好沟通，更较顺利推动婚姻管府的管政工作，符合民意的期待。记者综合报道。世新大海中文系传出要伫114学年度停止招生，有学生嘛收到说明会通知，学校是表示讲，除了中文系，阁有其他系所嘛拢有在讨论要来做调整哦。学校嘛强调讲会先沟通，嘛会来确保老师、学生的工作权甲受教权。山东大门口是真侪细心人共同会议，不过伫小组化之下，大专校院招生是愈来愈困难。即马传出细心中文系要伫114学年度停招，学生伫顶礼拜5收到11月7日要举行停招说明会通知。居然我所喜欢的文学，然后中国文学这方面，连自己的学校都这么的排斥。中文系被废掉，在这间学校是必然。那毕竟现在社会上也是推崇的文科无用论。我们都说，就是我们创办人是舍我先生，我们都说他会生气到他的雕像会自己爆炸。学校承认，除了中文系，还有其他系所、学会、学程也在讨论调整。112学年度停招申请，若得到教育部核定，会伫114学年度停招第一申请。到已经入学的学生毕业了后，系所才会正式加入历史，强调会充分沟通，确保师生的工作权甲受教权。中文系这边就因为种种原因，就只能就是选择配合，但就是我们是比较被动的，我们从来没有主动提出说我们要停招中文系。学校伫2年进前要讨论要将中文系改做中国文化甲传播应用学系，希望能提悬招生率。不过受学生大力反对，才停止。目前虽然学校也无送出申请，不过议员爱经过事先沟通、行政会议、甲校务会议才会定数。不过部分学生认为，在小组化风波之下，恐惊无法度推翻学校停招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三星乡公所的资源回收车伫昨暗启动着路边的电火条冰车，造成驾驶死亡，2个随车的人员受伤。目前事故的原因搁在调查哦。也毋过，这已经是宜兰这个月第2件甲公所的清洁队相关的死亡车祸咯。在监视器画面当中，一台奔走车雄雄弄路边的电火条啊，了后并落潭底。这事故发生在宜兰三星乡，车顶驶房的驾驶当场身亡，2个随车人员受伤。警方马上到现场调查事故原因。驾驶经过抽血的是没有酒精反应。经过了解，这个资源回收车沿路收取民众回收的物品。在分落农田之前呢，才收取物品刚起步不久，即偏离道路往田间翻落。公所清洁队员透早到等于事故现场，去落伫田内底奔走各位过身的司机受引纸。这牌驾驶初步排除就要塞车，他却表示司机过1-2年就要退休，竟然会发生意外。所以你们自己觉得很意外，就对。对啊，因为中午还在跟他一起吃饭。晚上就接到电话。我早起有去甲家属去慰问过吼，家属阮内容希望尽量会当在帮伊争取更侪抚恤金，帮忙伊对家庭的治伤方面，这咱公所做会到。事故详细原因，爱等警方去调查。不过，这是宜兰这个月第2件甲清洁队车辆有关系死亡事故。宜兰市公所奔走车昨3暗时伫鲁中路一段自强新路口，甲一个机车相撞，幸好负责人当场死亡。警方分析，公所清洁队无论是奔走车、资源回收车，因为车较大、死角多，车速有紧有慢，搁定伫交通尖峰时间出动，民众倒奔走也影响交通动线，较会发生事故。所以无论是骑车或者是驶车，拄到奔走车，要耐心等待，唔通凊彩超车，若无就细路，才袂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9月初海葵风台，农业部是核定台东县市重灾区哦，会当来申请农损的救助。也毋过过外月咯，有的农民是阁还未摕到补助，无传出讲有农民申报无实在，还阁重新勘查。有农民真怨叹政府快速宽松财损认定的政策，敢是跳票咯？
开开风台将在东莞年底上大个收成的往来石卡吹下去，一年一收的稻菜顶也落个龟头卡，农民生活起了了。农业部核定大东莞全县拢是灾区，全品和农产品啊受损面积20%，都应申报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加激励贷款，政府会帮忙认定，赶紧发补助。不过风台过后5个月，到即马真侪农民也无领到补助，新北中间煞无经费。农民也会欠其他工作人员的钱，所以一个欠一个，就变成问题越来越多，还要做第二次的复勘，所以现在农民当然他们会很焦虑嘛。即马传出，因为有部分农民可能误解政府规定，有人虚报财损。大东县政府表示，目前第2摆复勘了后，已经申请完成3亿元补助。种植的面积跟他申报的面积不符，甚至有一些可能登记错误，可能种植的作物跟他申报的又不一样，那所以造成现地勘查的时候，这个通过率不够。大东县政府表示，这摆天然灾害补助是用个别乡镇会勘完成了后，就送农业部核发补助款，甲以前全县统一申请无同。目前还有3个乡镇会进行第2摆复勘，会加速审查，也呼吁农民唔通虚报，造成其他农民困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卫生局早起公布中药材稽查的结果有8件无合格，其中有1件验出黄卡毒素超标。医师嘛警告讲，长期接触这种毒素会有致到癌症的风险。就是这款生机良价百合，业者伫外包装公司通过真侪项农药残留检验合格，讲是安心的产品。不过，所获卫生局人员抽验发现，内底有禁用农药5氯苯胺加5氯硝苯，食这恐惊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因为它在标示当中有呈现检验合格，那所以在这个部分是有夸张不实的情况，我们会处4万到400万的一个情况。为维护市民食中药卫生安全，台北市卫生局公布上新后市场中药材稽查结果，总共8件产品无合格，包含1件百合、5件白木耳、1件乌棗。特地注意的是，另外1件标主人验出黄卡毒素超过标准，那长期食恐惊有致癌的风险。黄曲毒素我们都知道，如果大量吃到的话，它会引起肝功能的异常，会有急性肝炎。那长期的话，如果民众长期暴露到黄曲毒素，也担心会增加肝癌的风险。卫生局强调，所有违规产品拢经要求业者回收，来源厂商若是外县市，已经依请所辖的卫生局来处办。同时提醒消费者，爱选信誉良好的店头买中药材，避免买不明来源的产品，则袂开钱，佫伤身体。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32岁叶以真哦，伫屏东的新北开一间独立册店，本地有真侪人真替伊烦恼，也毋过伊一步一脚印，真认真的经营，嘛来带动地方越土的风气。伊嘛希望讲，把这个独立册店当作是基地，借有同款理念的优质，做伙来推动地方的创新。伫一间细细间仔的册店内底，有人摕家己有兴趣的册偷偷咧读。毛在地青年招朋友来，甲这当作起点，讨论安怎办社区文化活动。这是屏东新北乡的独立册店，32岁叶古真原底伫别个县市做工课，伫朋友甲翁婿的支持之下，转来故乡开独立册店，用家己的力量帮助地方创新。然后我们现在回屏东之后，其实也陆续有在接触这边的友善生产者，可能是小农，或是可能在做一些无毒的产品，或是回收的产品这样。对，所以未来也会继续慢慢开发南部这里的资源。叶古真讲，要伫庄脚所在开册店，真侪人拢替伊烦恼。起办营业登记时，办理人员嘛甲伊苦劝。不过后来，伊透过警册修改内容，做重点的方式，互更较侪人注意到无共方面的册。除了带动活土风气，这个空间嘛是信念相共的人来推动社区活化计划，替在地农民推广对环境友善的产品。很多人都会第一个质疑就是说，这个要在乡下要卖谁？书要卖谁？但事实上呢，独立书店真正的价值应该不在这上面。它其实会带动非常多相关的东西。叶古真表示，要册也是卖产品，原本拢只是希望会当有收入，互册店顺利经营落去。不过伫咧警册和在地农民业者接触的过程中，互伊豆豆看到独立册店的责任甲价值，
伫即个人人拢有一台手机的数位时代，伊希望会当甲遮当作纸本文化基地，提升偏乡带来创新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寡民众找头路，刷去拄到诈骗。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特别邀请在地茶头红仔剧团，以趣味的布袋戏的演出来宣导讲找头路爱注意的代志。身份证、户口名户、健保卡，签的，你就会当来上班。看到台顶的红片仔，互人骗甲玲珑洗，台下的观众是笑嗨嗨。活泼趣味的剧情，呈现的就是现代人常常拄到的求职诈骗。台南市政府为着互民众会当建立正确的观念，专工邀请在地的茶头红仔剧团，透过布袋戏来宣导找头路爱注意的代志，避免有人哄骗。求职要注意，都要厘清工作的内容，还有你的工作职业的方向是什么，不要被一些诈骗或什么让它影响。剧团模拟各种稳头路的事会发生的情景，提醒民众掌握357原则，就是3个爱问的问题，5个要注意的细节，还有7项袂使做的代志，就会当大大降低互人诈骗的几率。7个不要做的事情，就不要缴钱，不要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引诱，不非法工作。诈骗的陷阱有800款，演过拢是用文字、口号的方式来宣导。即摆透过布袋戏的表演来提醒，希望会当互民众有更较深的印象。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安平文化基金会甲在地歌戏团合作，今日社区甲时代唱歌戏，佮有基本的脚步手路，老大人哦是拢学甲真有班。另外，昆山科技大学老师嘛甲社区合作，带一伙人算台语文的倒仔算，做回来急头脑。家长人穿戏服，拿唱歌戏，拿比手势，无讲俩准时，戏班的来表演。不过其实这是台南石门社区的时代，展现因所学的18般武艺。为了要推广传统文化，安平文化基金会参在地歌戏剧团合作，行入社区，甲时代唱歌戏调，兼甲脚步手路。歌戏剧团局长指出，歌戏要唱会水，关键是看韵。这时代面乱练习，佮愈学愈深熟。大马调我唱了真趣味，足好听。看老师学落加减啊，就即个要哪看咩哪去迄。都有差啦。少年人吼，因为你现代的物件太济啊，伊传统的物件较无爱人较无爱接触。阮咧推广歌戏啊，阮个拢会去学校啦，去社区啦，希望讲吼，甲这歌戏这水的物件吼，大家知影。另外，共欢迎母语来演员时代识字老化，救明良理长照起点。昆山科大老师研发一套台语文字的倒仔仪，这条纸唔单单是文宣，上面佮印台文字。时代在思考要安怎甲这四个共款的字放到同一边。甘肃赵讲师讲，因咧后的过程，唔那动手动脑，佮会使学台文字。来遮用头壳啦，做这袂歹啦。手伫拗的过程吼，互伊的镜头啊，买当来活动，吼包括伊的头壳嘛爱叮当。所以这有训练伊的逻辑思考。全台市地人口高达超过30万人。甘肃就指出，65岁以上的时代，平均13个就一个识字。社区规划多元的课程，除了互时代有技能活化读课，嘛传统本土的母语文化。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来看高雄台南的屋地地质路常常出现垃圾，因为环境破坏，垃圾的生存嘛受到威胁，所以高雄跟台南的民间团体的合作，做伙来推动生态的保育。长长的带进队伍，大家拢提手机翕相记录，后边新郎新娘嘛接受大家祝福。不过，这摆要结婚的不是人，是垃圾。这对少年人破案的是北头山垃圾阿甲，要带邻家美女垃圾小琪，现场嘛准备垃圾上佳的食物，到遐料理来请人客，气氛是热闹滚滚。其实伫个市场内底吼，真侪这个需要保育的垃圾。阮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吼，唤醒大家，就是讲对垃圾的保育的知识也好，也是讲市地的保育的更完整性。台南甲高雄年夜屋地是垃圾生长的所在，伫浅沙路当看到垃圾的影子。不过，这几冬因为受到环境破坏等等因素，垃圾生存出现危机。
高雄甲台南两地地质公园来合作，头一摆办理传播的活动，会当互更较侪人来保护哪里。因为经纬的迫害啊，搁咱的这个环境变迁所以咱即摆变较少看但是因也搁存在伫咱的这个浅山环境内底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利用这个议题咱两边的这个协会办一个迎亲安尼活动。因为保育意识提悬，真侪民众看到哪里拢会通报保育单位，嘛要去甲因交了，所以即几档哪里的数量有愈来愈侪。希望即场哪里传播两地协会合作，做伙推动生态保育。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来看越南有一个本地学建筑的艺术家，伊利用空间的概念，一点一点圆圆土，用羊毛做出立体的动物造型的作品哦，看起来就亲像是我的动物同款，咱做伙来看卖。先伫纸顶头画动物的形态表情，按照图片，结果来用针尖一针一针扭出想要伫的造型。越南的艺术家用羊毛剪花的原理，做出外形正形的狗或者是猫的作品，予主人留作纪念。Mang lại thu nhập cho mình thì nó còn mang lại cho mình là nó giúp mình cảm nhận mọi thứ sâu sắc hơn, cũng như là luyện cho mình cái tính kiên nhẫn, kiên trì trong công việc của mình. Tại vì là hiện tại giờ mọi người thì đang rất nhanh, tức là mọi thứ xung quanh xảy ra rất nhanh, thì công việc này làm cho mình cảm thấy chậm lại, kết nối được sâu sắc hơn với bản thân mình, cũng như là这位越南的艺术家，伊是学建筑的，利用所学的建筑空间概念，让伊的作品更加有立体感。另外，伊还先问主人听不的特征，也个你的感受，有什么特别的故事，让作品除了看起来生气外，会让更加有感情。Lúc em vừa mới nhận được sản phẩm thì em cảm giác rất là bất ngờ, bởi vì không thể nghĩ được là một tác phẩm làm bằng len nó lại giống thật như thế, và em thấy được cái hồn của chú mèo thông qua đôi mắt, thông qua những cái chi tiết như là cái mũi này, cái râu này, cảm giác nó rất là thật, như là chú mèo được sống lại. Mình treo cái tác phẩm này ở trong phòng ngủ của mình để nó nhắc nhớ cho mình về một cái cách sống, đó chính là luôn cho đi một cái tình cảm vô điều kiện, như là những bạn thú cưng vẫn luôn hàng ngày làm công việc đấy với mỗi người chúng ta. 做一张仿真天幕的羊毛毽作品，介绍无俗，自几多百块到上万块拢有，是依照天幕生物顶灰色复杂的程度、大细只也个形态来做调整。有主人讲，猫的寿命只敢若10几年，也毋过这种作品，互伊的天幕敢若佫换起来同款。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10月31日是西方的万圣节咯，有一个民众卖帮动物伴来做造型。有兽医就指出讲，动物伴穿的衫材质得爱特别注意，上好嘛要顾着因的心情。这款猫狗身躯顶拢有装扮，穿的衫也一领比一领较水。10月底是西方传统的节庆万圣节，真侪人毋但是家己装扮，也替家己厝内猫狗变鬼变怪。Estamos disfrazada con la temática de la familia Adams. Ella es una merlina. Bueno, ya se quitó la peluca que le había puesto porque ya está un poco fastidiada. Y yo me disfrazaba de Morticia. 要安怎替赤条的猫狗装扮？除了衫的布料穿起来爱舒适，设计时阵也要注意，莫去甲因冻掉的，互因看无歹行路。树林塑化或者是脆片的装饰物上好是卖，过来就是要顾着因的心情。When he's in his costume, he may be happy and okay with that. If he's not, then maybe having him go trick-or-treating in his birthday suit might be a little bit better for him. 专家也讲，带天物出门参加万圣节活动时阵，爱伫咧因的身躯顶有明显的标记，以免行无去。而且伫万圣节活动的时阵，四界拢有正恐怖的物件，可能会互你的猫狗去惊到。所以若是因无法度接受，上好踮伫咧厝内卖出去。People dress up, they look scary, they look different, even though they may know that person, they look different to them. So not every animal should be going outside, going trick-or-treating. 因若万圣节恁兜的天物留伫咧厝内，也会记得外口吵吵闹闹，甲一日两的门铃的声音，看有啥物办法甲因扎起来，提供一个安静的空间。对一寡天物来讲，这才是上好的过节的方式。公司新闻牛眼编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8度。
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7度。华岛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